大家好，歡迎嚟到不平靜的書桌，我係葉蔭聰。今日呢要同大家講嘅一本書咧，係關於戰爭嘅。咁喺講呢本書前咧，我哋不妨做個引子先啦。大概2年前咧，我就喺某個地方咧就見過一場嘅反戰嘅遊行。呢個遊行裏邊就示威嘅人咧就抗議俄國咧入侵烏克蘭。遊行嘅名義雖然係反戰啦嚇，但係咧就喺嗰個反戰嘅口號啊、歌聲裏邊咧，我就感覺到咧整個氣氛同以往係有啲唔同嘅。唔少人咧喺同埋團體啦喺發言嘅時候咧，都對呢個小國咧有好強烈嘅同情啦嚇。裏面咧突出咧小國或者被邊緣化嘅族群體嘅命運共同體同埋嗰種團結感。咁嗰一刻咧，我直覺覺得咧，其實呢一場嘅遊行咧，同以往我哋慣常見到嘅反戰和平運動咧，都幾唔同嘅。但我又講得唔清楚啊。最近呢，一連串嘅國際新聞咧，令我更加有嗰個體會啊。首先咧，我哋發覺咧喺國際新聞裏邊咧，特朗普咧經常以尋求和平者自居啊，好似佢代表和平咁樣啊。而咧力爭烏克蘭國家主權同埋民族尊嚴嘅總統澤連斯基咧，就反而成為咗特朗普爭取和平嘅絆腳石喎。大概因為咁咧佢曾經稱澤連斯基咧係獨裁者啊。雖然後來咧特朗普有否認自己講過啦而且咧就住和平呢樣嘢咧本來係侵略者嘅普京咧，又喺度高調咁樣去和唱，又認為咧烏克蘭咧好似未準備好咧去邁向停戰同埋和平。而事實上中國另一個大國咧亦都一直咧高呼咧要和平解決紛爭。而事實上佢就亦都同俄國咧有一個非常之緊密嘅結盟啦。所有呢啲嘢放埋一齊咧，有一個好古怪嘅圖像咧，就係唔單單係美國而且幾個大國咧，好似都企喺呢個和平嘅一邊，而被欺凌嘅小國咧，反而係屬於戰爭嘅一方。當然另一個極端嘅例子就係巴勒斯坦啦。我哋今日就冇時間講巴勒斯坦啦。呢個令人哋禁唔住諗起咧George Orwell 一本好出名嘅名著《1984》呢本小說裏邊嘅名句，就係戰爭即和平，無知即力量，自由即奴役啊！呢種局面咧，其實應該係令到咧一啲原來係反戰運動嘅左翼知識分子咧係有啲尷尬嘅。喺俄烏開戰以嚟咧，其實部分嘅左翼人士咧就指責北約以至美國咧係挑釁俄國嘅，令到咧烏克蘭咧要直接面對俄羅斯嘅槍口啊！例如啦，好著名嘅美國公共知識分子喬姆斯基Chomsky 咧以至台灣亦都有一啲嘅左翼學者咧都持相近嘅觀點譬如後者咧，當佢發表咗一個反戰聲明啦就勸喻台灣當局同埋人民咧面對中美嘅時候要對等外交，唔好成為咧西方對抗中國嘅棋子認為咧咁先至係和平之道。呢啲觀點咧固然咧就引起烏克蘭知識分子同埋同情者嘅批判啦甚至咧喺反左翼嘅陣營裏邊都有人咧就唔同意呢一種過度簡化嘅反美或者反西方嘅立場。因為而家嘅形勢咧就相當複雜嘅。特朗普喺俄烏事件上邊咧，佢嘅講法咧其實就好怪地咧，就唔知點解會同一啲反美反西方嘅學者，例如喬姆斯基咧，都幾似嘅。因為佢哋認為歐洲各個國家啦，以至上一任嘅美國總統拜登咧，可以話咧佢哋喺觸發戰爭上邊咧負起都幾大嘅責任嘅。無法令到咧即係烏克蘭同俄國咧係用外交手段嚟達成和平。呢個一左一右喺呢個問題上邊咧有個共識咧，本身係一件好怪嘅事情而咧反過嚟都令到咧左翼嘅即係我已經講嘅反戰和平運動咧，
嘅基礎咧，好似咧越嚟越唔存在。例如好簡單啦，喬姆斯基今日咧難道佢可以支持特朗普追求和平咩？但係咧，我諗要一啲好似就喬姆斯基咁嘅人去解釋清楚自己同特朗普有咩分別咧，其實唔係一件容易嘅事情。歐美嘅反戰和平運動咧，一般人都追溯到1960年代嘅反越戰運動同呢個民權抗衡文化、性解放呢啲運動咧係同時嘅，亦都可以追到更加遠。1958年嘅時候，英國咧已經有呢個廢除核武器運動嘅。而今日我哋用嘅著名嘅嗰個和平標記咧一個圓形嗰個咧其實都係喺當時咧設計同埋流行起嚟嘅。呢啲運動雖然有時都批判呢個蘇聯，但係其實主要嘅批判對象咧，其實就係啲抗議所身處嘅西方大國，包括美國或者西歐嘅國家而批判嘅對象咧就唔單單係政府，而係由政府所支撐嘅一個所謂嘅軍事工業綜合體，同埋佢嘅海外嘅軍事行動。佢哋往往咧指責美國咧就係一種新帝國主義嘅領頭羊啦，嘗試主導同埋咧創造世界嘅不公平嘅遊戲。但好明顯咧，就過去嘅反美反戰嘅和平運動嘅鬥爭對象咧，同埋形勢咧，其實已經變咗。今日嘅美國政府同埋地緣政治咧，亦都唔係冷戰時候嗰個樣局勢甚至咧同咧兩位布殊總統即係1990年代初有呢個老布殊發動過一場嘅即係伊拉克嘅戰爭去到2000年代初有佢嘅仔啦一般被稱為小布殊咧，亦都發動咗另一場嘅中東戰爭。今日局勢咧同當時係幾唔同美國咧喺特朗普治下咧，雖然唔會解除咧龐大嘅全球軍事佈置即係大家知道啦，全世界嘅海外嘅軍事基地咧最多嘅就係美國但係咧今日咧美國喺令美國再次偉大起嚟，或者美國優先嘅口號之下咧，特朗普企圖咧將維護世界秩序嘅軍事責任或者成本咧部分咁樣讓俾其他大國，係嘛？甚至唔好理咧呢啲大國咧究竟其實係民主定係威權嘅，以至咧甚至可以放棄某啲主權獨立嘅原則。例如好簡單就係烏克蘭被俄國所佔領嘅領土咧，基本上係攞唔翻噶啦咁而從中咧係維持一種美國嘅主導嘅新嘅勢力佈局同埋平衡。而喺過程裏邊咧，呢幾個大國咧就可以進行，講得唔好聽啲咧就係分贓啦、利益交換啦咁樣。於是咧，任何嘅盟友咧嘅利益都係可以犧牲。任何過去嘅對手乃至係敵人咧，都可以成為新嘅朋友，而咧構成一個咧，你可以話叫做多極即係唔係單極亦都唔係雙極多極嘅控制底下嘅一個和平現狀。大家可以諗下，美國以前咧，通常正當化自己或者盟友嘅軍事行動嘅時候咧，通常一係咧就講係要維護自由世界嘅安全啦，又或者係反恐怖主義但喺特朗普治下咧，而家咧可以策略性地默許其他嘅國家，包括俄國咧嘅擴張嘅甚至咧可以容讓佢喺某個區域裏邊咧有一個主導嘅地位你可以想象下，而家準備傾得成嘅呢個即係和平協議咧嘅結果，其實就係讓俄國嘅領土擴大咗，係嘛？亦都令到咧佢喺即係東歐嘅嗰個位置咧係更加重要嘅。但係究竟其實美國可以讓幾多啦？個分寸係點咧？其實而家無法判定嘅，於是帶嚟好多不確定性。例如好似歐洲個國家喺冇美國嘅保證底下，佢哋又點樣去保證烏克蘭嘅安全咧？而近住我哋嘅東亞以至好
具體台海嘅關係，究竟其實會唔會有新嘅變局咧嚇？會唔會美國又讓多啲俾中國咧嚇？過去嘅反戰同和平運動咧嚇嘅成敗咧，我就冇辦法喺呢度簡單地去整體評估啊。但係咧好明顯，過去簡單嘅反美或者反西方嘅立場咧，就越嚟越顯得好蒼白無力，甚至有時會令到自己咧就同呢個特朗普所代表嘅右翼咧係混埋咗一齊嘅。好明顯，和平嘅內涵係點，條件係點咧，係需要講清楚嘅。例如好多人都講啦，就係如果烏克蘭冇得參與和平協議，咁呢個和平就唔係一個正義嘅和平啦。但我想更加大膽地提出就係，我哋需要將戰爭納入去思考同埋論述裏邊，即係所謂嘅正義戰爭論。喺過去嘅反戰嘅運動裏邊咧，係基本上係冇正義戰爭呢回事嘅。戰爭基本上就係唔公義嘅。嗱，我哋追求嘅係和平 ，OK？ 但係咧，其實早於70年代嘅時候咧，一位好出名嘅政治哲學家沃爾澤啊 ，Michael Walzer 咧，佢咧寫一本書叫做《正義與非正義戰爭》呢個書啊。佢呢本書咧，其實佢都講過咧，就係佢呢本書嘅構思咧，都係嚟源自剛才講嘅60年代嘅反越戰運動。佢認為咧，我哋需要對於開戰同埋作戰嘅正義嘅原則作出深入嘅討論同埋界定。佢嘅觀點咧，可以話影響到後來咧，即係所謂嘅戰爭倫理學啊，亦都影響咗好多國際法嘅討論啦，同埋非政府組織嘅工作。我舉一個例子啦，喺20年前度啦，我就讀過咧當時嘅國際組織人權監察咧，就討論美國向伊拉克開戰啊，呢個就係小布殊啊，佢嘅中東戰爭啊，是否構成一個所謂正當嘅人道干預？因為當時美國咧就會認為咧佢呢個戰爭咧係有人道干預嘅成分嘅啊。咁咧喺呢個人權監察呢篇文章裏邊，呢篇報告裏邊咧，就佢以一個可以話係唔係一個反美，甚至你可以話唔係一個咧反戰運動嗰種反戰咧嚟去分析嘅問題啊。咁佢哋嘅結論係認為咧，小布殊總統咧基本上嘅開戰決定咧，其實並唔係一個所謂人道干預嘅啊。咁當然裏邊有好多細節嘅辯論，我冇辦法慢慢地去講啦。但係我相信咧，佢都得到唔少咧沃爾澤嘅啟示。而沃爾澤咧，佢喺佢嘅著作同埋訪談裏邊咧，都經常咧就會討論好多更加複雜細緻嘅有關戰爭啊、正義戰爭嘅可能啊。例如啦，佢認為二戰時候嘅盟軍佢哋嘅開戰咧係一個自衛同埋阻止暴行嘅戰爭，所以係正義嘅。但係咧，對戰爭嘅討論啦，其實就唔係止於咁樣嘅，因為開戰嘅理由可以係正義嘅，但係戰爭本身可以係唔正義。例如啦，佢認為盟軍對德國唔少嘅城市咧進行一啲無差別嘅轟炸咧，造成大量嘅平民嘅傷亡咧，佢認為係唔正義嘅。大概咧，我哋可以想像就係沃爾澤咧都會認為咧，美國喺日本投下2粒嘅原子彈，造成大量人命嘅傷亡，都係唔正義嘅戰爭啊！呢類討論咧，其實喺反戰運動裏邊咧，或者係反美國帝國主義嘅運動裏邊咧，都可以話唔係主流嚟嘅。但我認為今日咧係好重要嘅。例如，如果美俄提出和平協議，但係烏克蘭人係唔接受，仍然要開戰奪回領土，究竟係咪係正義啊，定係不正義嘅戰爭呢？我哋似乎唔能夠單純因為咧佢哋破壞咗和平，就一概否定佢哋嘅自衛權同埋正義戰爭嘅可能。但係單純同情小國，可能亦都會失諸感情用事。關鍵係正義戰爭要符合啲咩嘅條件呢？咁呢個對規範戰爭中嘅國家，以至支持者同反對者都係非常之重要。由正義戰爭嘅討論出發，我哋甚至可以討論呢，唔係開戰，唔係戰爭本身，而係備戰佢嘅道德正當性。
呢個對於未受戰火波及嘅東亞係重要。譬如舉個例子啦，特朗普咧曾經要求過咧台灣要增加軍費至 GDP 嘅10%。好多人認為佢就幫嗰啲軍火商揾生意啦嚇。但係呢個無論如何咧，都係一個不道德同埋瘋狂嘅提議嚟嘅。全世界根本就冇一個國家佢嘅軍費開支係有 GDP 嘅10%，因為最高嘅國家叫做美國，佢只係有3.2%度啫。但係各個國家咧喺台灣同埋朝鮮半島周邊進行軍事演習，究竟又係唔係正當正義嘅咧嚇？係咪一句維護主權、地區安全就必然令到呢啲行動都係正義嘅咧？而呢啲嘅行動最後會帶嚟一個我哋經常聽到嘅所謂嘅挑釁啊！究竟挑釁點樣嘅挑釁先至會構成一個國家動武嘅正當理由咧嚇？咁呢個都會係一個我哋要去討論嘅問題嚟嘅。講個更加具體嘅問題好簡單，經常聽到有個講法就叫做武統啊，武力統一台灣，究竟佢嘅正義正當性喺邊度咧？似乎就唔可以咧，純粹係一個民族主義嘅理由咧，就可以說明佢嘅正義性或者調轉頭，我哋批判佢嘅時候，亦都係要對呢個戰爭本身有一種呢種正義戰爭嘅理解。究竟佢係咩正義嘅戰爭嚟嘅咧？喺而家新嘅一個混亂嘅時代裏邊咧，普通人亦都可能冇辦法扭轉任何嘅局勢，但起碼我哋喺認識同埋道德評判上咧，需要更加多冷戰嘅思考，特別係咧要將戰爭嘅正義或者不正義性咧，要放入我哋嘅思考裏邊，先至能夠成為我哋行動嘅基礎。OK， 我哋今日講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講另一本書啊，拜拜。